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要来讲神经线。行政院一摆要来修法7条法令，这个法律呢，讲是海底缆线，安怎一回事？海底缆线亲像神经线，通讯数据网络拢伫遐，台湾却是定互人徛。那么即马要来修法来保护伊来强化，但是战争一开始要安怎？今仔日4位专家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国家关键政策演习顾问彭文良，主持人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湾战略研究学会的理事高培璇，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资深军事记者郭鸿章，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呢，斗阵就来关心咱附近海峡的海底缆线定登去。行政院会通过了海缆7法的修正草案，那是挑工要来破坏海缆的，上济会当关到7年，特别增订着会当没收船只等等犯罪工具。即阵啊，海底电缆登记的事故真侪，互人质疑是中国故意伫无明确地区起诉。所以行政院会18通过海缆7法修正草案，其中5法是破坏海缆的性质甲配套措施，针对故意犯、未遂犯甲过失犯的处罚，或者比较即卖的电信管理法，会当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当并科1000万以下罚金，并特别增订没收船只等犯罪工具的规定。当前的困境，我们发现就是权力轮恣意滞留、锚泊、破坏我国海底电缆，加以达到嚇阻的效果。第一个就是各类的海缆的管线都纳入保护，确保我国水下通讯、电力乃至天然气管线安全，提高法律的这个管理以及相关刑责是有必要的。另外2法是针对管理船只甲港区间接防止海缆受破坏，像讲要求渔船甲小型船爱开自动辨识系统 AIS， 那是拒绝遵守会强制进港处罚。可以奠定一个高敏感区域的水域，提高这个整个监控机制，强化横向的管理。譬如说，当它有船舶接近这个高敏感区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直接透过这个无线电天通报？那我们防卫的机制就可以提前开始运作。譬如说海巡甚至于海军在外海就可以开始，如果在临近海军巡航的区域呢，就可以发出一些预警的措施。专家建议，除了法律层面的整合，政府嘛应该思考更加积极的海缆整体防护作为，像讲增加对周边海峡的监测能力，强化部分线路受损的时阵的系统备援，也加透过国际合作建立不良记录船只黑名单。记者采访报道。观众朋友可能看到这条新闻，感觉真奇怪，是安怎新眼界要用7点钟的时间要来讨论海底缆线，就加是手机未通啊尔，敢安尼啊尔？我要先请教彭老师这个海底缆线登去对咱民生方面的影响是啥物？算来国防的影响是啥物？好，主持人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几天有一些媒体都在报道。说台湾周边大概有9条的海缆，现在都是断掉的。好，可是东高短9段。好，那大家就想说，有什么影响吗？我上网还是继续啊，打电话还是正常啊。好，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海缆已经有了很好的备援的机制了。可是这个状况其实是有影响的哦。这几天大家如果在看手机滑影片的时候，你有时候会看到，这个怎么影片一直都跑不出来？或者是停掉中断，这个你讲到真是有影会断电呢。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海缆它某几条断掉了之后，其他的海缆呢就有塞车的状况，所有的讯号都要挤在这几条里面。我俩这是讲电信公司卖。没，海缆它产生的影响是有时候是你不知不觉的。我要来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而且是在台湾的例子。好，就在2年前，马祖，它唯2对这个台湾的海缆都断掉了，没有办法上网，打电话不通，
这个对民生的影响非常的大。我刚才手机啊拍2点钟，我就紧张啊要死。对哦，而且那个时候刚好什么？是过年前，2月2号的时候，2月8号断掉，而且一断掉50天。哦，这个马祖的居民对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有感了。好，除了你这个上网没有办法，迄阵是电话会通没？断断续续。哇，这个还会影响什么？还会影响你的金融，你要去提款，这个网络断断续续，你怎么提款？没当押钱呢，很慢，因为后来我们是用微波的方式来支援马祖的网络。所以，譬如讲，我迄阵时去南瓜要来小区要来买物件，可能买甲会断电咯。是，无法度。嘿，哇！所以这对民生的影响力真大呢。其实是非常的大的，而且这一次的断网，持续50天。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找到国际的海缆的维护船，到台湾这边来帮我们维护海缆是很困难的。安怎讲？因为这些船都非常的少，它都必须要事先安排时间，而且呢非常的贵。不是网络去叫360天安尼就使？不是，今年2月，台南的外海也有一条那个台湾到澎湖之间的海缆断掉了。中华电信要花1700万，才有办法修复这一条海缆。哇，那也还幸好。我们在澎湖那边有备援的海缆，才让澎湖呢可以撑过这一段时间没有断线。否则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澎湖的居民这个没有网络，不知道该怎么生活。所以这对民生开始起来，咱就真好料想讲，那一旦要战争的时候，拢给你切断，给你等一个物件，给你讲，恁今嘛来阮家，我那有包啊馒头，恁来导航，安尼就可以啊。是。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判断跟推论，因为切断海缆的成本非常的低。我找几艘船在我们的海上不断的游走，把锚放在海底面去走，就可以切断了。所以咱进前有去看到讲，有迄船安踮遐来扫来扫去，安尼一直都无踮遐迄海域扫来扫去，迄种就是雕工的咯，非常的有可能。主持人，我这边有一个资料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是，好，这个是在去年冬天的时候有2艘疑似中国背景的船，在我们的基隆外海不断的就是游荡，来来回回。他怎么走？他就用立字形的方式慢慢走。好。伊会通报袂通？我找无路安尼。无，嘛无。无，因故意的。好，台湾的东北季风是非常的严峻的。12月、1月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职业的这些船员都受不太了，可是他们却在我们的这个做咧现当风单恋爱。不是，但是这边手来手去就是。不是的，我们怀疑他把船锚直接放到海底，然后呢慢慢的拖，慢慢敲啊。对，因为他不知道海底的电缆，那个是水下200公尺、300公尺的地方，他不知道明确的地点在哪里，他只能干嘛？慢慢的拖，慢慢的拖。如果勾到了，就把它用力拖断。哇，这安尼大家就知影讲其实这海缆对着民生甲国防咧初步你就知影讲这影响严重性在哪里，所以才会变讲行政院要来修法。下来我来请教高老师行政院这摆修的7个法我去看后电信管理法、电业法、天然气事业法、自来水法、气象法甲商工法甲准批法。后自来水法老师这是安怎爱修甲遮济？对，咱这条的修法，咱个叫做5+2修法就是讲
进前其实，譬如讲，咱以这电信管理法来讲，咱依照对这海底电缆哦、缆线，咱其实是伊的机房、盖伊的设备，咱有做一个这种管制甲处理。可是对海缆的本身其实无，啊，其实缆线有就多种，譬如讲输送水的，还是电的，还是天然气的，还是像咱讲通讯的，所以有不。就最终无共款的这个管线，所以咱这道修法就是讲具体给法制化。只要那是海底内面的讲，我就给你管制。对，嘿，安尼我感觉讲政府这道是付出很大的决心，做这个代志，我感觉是一个真大的进步。就是讲，伊不管是加重罚则，还是讲所有的这个法制化作业，你以后你得建立 SOP， 如果佮有共款的代志发生的时阵，咱就知影讲要安怎处理。但是他都要听平老师所讲起来，讲，我看这两只中国背景的船，啊，踮遐烧来烧去，但是拢是推论啦。哦，东北季风遐强着，你安尼烧来烧去，世间呢阮怀疑，但是要安怎抓？这法内面并无描述嘛，因为咱无法度安尼，这是爱有靠咱的巡警、咱的水警、咱的这个。海洋巡防队来处理吗？还是部队来处理？咱所有的船啊，其实有一个叫做 AIS 自动识别系统，因依早咱拢无强制因一定爱开，咱这道修法就是讲你一定爱开，咱才知影讲伊即马渔船的所在是伫咧倒一位。若是讲像拄则彭老师讲的，伊伫咧遐慢慢的安尼游来游去，还是讲伊的航向行踪不明，咱拢会使透过这个 AIS 强制伊一定爱开启这个系统，咱嘛会使知影讲，伊的传奇国是挂倒一国。其实依照足侪案例，我们会发现说有这全移轮的代志，是安怎有全移轮？老师，你甲咱观众朋友小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宽移轮啊？对，宽移轮就是讲，譬如讲咱家己的国家某一个国家的迄个伊的规费，还是税金，还是讲你雇佣这外籍渔工，伊的条件是较严格，还是伊的费用较悬的时阵，咱得去找第三个国家去挂伊的，嘿，去注册。譬如讲像这俄罗斯的渔船，因拢伫咧库克群岛注册。像咱最近台湾海峡遇到的是多哥级，后来我去查这多哥，其实伊是一个西非共和国一个国家。但是你会发现讲，古早若是发生这种代志的时阵，你传奇国其实甲伊无关系，伊嘛无爱担这个责任的时阵，咱嘛唔知讲，你要安怎索赔，还是要安怎主张管辖权？所以咱即嘛这个具体的修法就是讲，以后咱针对讲，不管讲伊是密来。伊若是讲，你的行踪不明，还是违反规定，咱会使改驱离，还是讲禁止他入港或者停泊。所以咱即卖这种就是强调讲强力执法，就是不管你是倒一国，你的行为若是危害到有可能造成咱海底缆线的这个危害，我就给你驱离。对，嘛会使甲没收，而且即卖罚金嘛真重。像头拄仔人讲这海底电缆的问题哦，不管你是蓄意，还是你是犯罪未遂，还是讲你过失，其实即卖拢有相关的法则，拢甲伊明确化。咱安尼做，敢有符合着国际一般的这个规则甲法律呢？其实我感觉这个法制化的作业，各国即马拢开始安尼做，不管讲咱看欧盟，还是看美国，还是咱附近的东南亚国家，其实大家即马拢知影讲，你若要拍这法律战，你一定爱法制化作业。像古早咱拢会碰到足侪问题，讲依法无据，还是无法可管。可是你即马你得使依法行政，所以法制化作业是最重要的。上无有一个小麻烦。对，对。随后要请教咱林老师咱。副秘书长，咱台湾的海底缆线徛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是如何？譬如讲，有人讲这西太平洋上重要，这条就是咱台湾神经线透去到太平洋去，还是讲顶头接日本，下骹搁接菲律宾，搁接倒去，咱的这个海底缆线的地位是安怎？真正最重要的吼，因为我来讲啦，即摆为美国游到亚洲来的吼，伊袂去游到香港，伊就要游到台湾来。伊唔敢去香港。伊要游到香港吼，伊今仔惊讲，即摆香港是中国的嘛，所以伊中国内底伊去甲你偷面爱去，有一寡物件都藏伫内底，伊甲你偷一寡资讯情报，就甲你捞走啊。所以伊即摆伊线拢牵到台湾来，但台湾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伊北边有日本、韩国。南边个东南亚
这国家，所以变做讲点解会记得讲恒春大地震的时阵啊，断讯，所以东南亚国家哦，因足侪国家基本上就发生足侪代志的，就是因的通讯就造成影响。所以今仔日台湾的地位真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伫遮啊，但是咧，伊即马就是讲中国这准吼，伊用全遗传的这个概念吼，即马来他妈射来射去吼，现在唔知讲到底有一天伊是咧创啥吼？啊，正经啦，今年第2月迄台准吼，中国迄个全遗传哦，叫做啥？叫宏泰58号吼，这条准吼，即马可能掠起来，伊即马法院哦，台南的法院嘛，甲伊判刑判3年啊。哦啊，所以意思就讲，这毋是无代志的，这是有代志的哦。在刑事方面的代志哦，啊，伫国际法的部分哦，伫1982年的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吼，这个法内底113条甲115条，这内底就规范着于刑事方面的责任。啊，如果有民事方面的赔偿，伊嘛是爱照这个期间来做，所以变做讲吼，伊伫国际法本身就已经有规定啊。啊，即摆咱国内吼，即摆修法吼，就是修较严的，也就是讲，授权咱的海警啊，咱的海巡吼，有即个权利会去全面地去检查到底吼，今仔日伊是即个做法是安怎做？因为伊这些船吼，拢伫咱的领海内底。啊，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讲，那领海以外的所在吼，就要靠国家甲国家之间合作。所以变做讲，像日本迄边遐，菲律宾迄边遐，伊可能后摆嘛爱配合讲，伫海上安尼他妈顺来顺去，到底有一寡可疑的这船啊，还是讲渔船啊？伊可能用渔船，毋知影叫货轮了，伊可能用渔船啊来做这样代志。所以伊早吼，伊在淡水伊。外口吼，其实伊早有渔船吼，足侪年前，差不多20-30年前啊，有个渔船吼，迄渔网啊放落，拍落去，拍落去甲勾起来，勾起来了吼，结果毋知是海底缆线，甲加断，伊用加断了后，伊背，遮粗残哦。对，加断了，伊本来是讲渔网啊歹去啊，去修理的，差不多几万块尔，伊摆赔几千万啊，所以阵啊，大家都这个所在，这个海的所在吼，就甲围起来讲，这个所在渔船啊袂用入来，所以即摆讲，咱已经拢围起来啊，你讲入来，迄就是挑工的嘛，对无？若挑工的，迄就船就已经爱掠起来，无就爱甲伊带来讲，到底你是咧创啥？你是变啥物嘛？副秘书，即马咱台湾，譬如讲，我知影台湾有10条线是国内，14条是国际。即马24条线边仔拢有迄个红亮线啊，甲箍起来讲，这种线是。爱管制，伊遐所在拢会管制，伫雷达面顶拢会看得足清楚的，所以咱很顺的拢会看得足清楚的。如果如果有船入来，一定会去检查，讲到底你是咧要创啥。那就算你入来，你甲伊经过俩，你袂用放啥物渔网啊，放啥物高啊你过，安尼，伊个破坏到你的海南的一个这个。第一有法源根据，国际嘛爱合作，国际嘛爱合作，较有效，较有法度。无你一条线为美国人游到台湾来，你中经过太平洋，偌侪国家的，这些国家其实大家拢爱合作，有的国家无法度，就叫美国斗相共，还是讲叫日本斗相共，所以来用这条船的这个海线的一个安全性。洪总，我要来请教吼，我会记得我伫网络顶头看到，中国有特别研发到一种来建这个海缆的这个。就专利技术，我看我唔知是真的假，迄是真的吗？真的，伊有发表伫因的迄个学术的迄个刊物内底，吼。像咱老师，不是假消息像老师因研究拢有迄个投稿嘛，吼，有专业的期刊顶哦有啊，因发表了，叫你个摕到讲我没名，这种爱发表做变做专利哦。专利，尤其申请专利。伊毋是讲发表尔，伊个申请专利所以咱的海巡的副处长讲，这像讲迄个真理啊吼，佮出来展览讲我真理啊技术偌好，佮申请专利。哇，那像这种咩样方法呢？其实对这吼，林教授都有讲到吼，咱即马其实伫主要的这海缆入来的所在，佮接近的所在吼，咱是用电子围篱的迄个概念，就像咱交报出来的犯人吼，伊骹了吼有迄电子感应，
啊，想让咱知影讲伊无离开因厝，其实咱边仔拢放一寡发射器吼，啊感染器，含这个袂输甲保全的啦。嘿对，啊伊保全迄讲，迄是讲防止人造喙，啊这个海南这个过这个海南的区域吼，警戒区吼是看袂到的，但是是电子的，吼，凡讲船啊弄入来，伊个警报叫啊，啊警报是通过到至少两位海巡署吼，海巡署啊甲交通部管船家，伊会公布，直接甲公布讲，你这个船吼，公布无线电，互伊甲讲，甲船长讲，你已经弄入来这个禁止区，请你马上出去。啊，你也无出去，海巡局就冲来啊，吼，就过来看你创啥。啊，佫唔听，佫唔走，海巡局派特遣队，吼，咱的特勤队，海巡特勤队，佮爱登船去个检查。这是 SOP， 吼，即摆已经开始做这啊，包括讲有96艘的船，吼，包括中国的，甲拄则咱讲的吼，背后可能有中国的关系，可能无，但是这个船拢足老的，吼，啊，但是时间伫公海头顶拢无去靠岸，奇怪，啊，人拢免食免啉吗？啊，因拢有法度咧，真奇怪。啊，应该是时间吼，接着奇怪的 case。幽灵马车的概念。嘿，按照国际个叫伊讲。这个暗影的这个舰队，吼，影子舰队，佮干那干一个舰队讲，幽灵马车怎么样呢？啊，乌兰秀安幽灵船啊咧，啊，那个其实有诶咯，大部分拢是离咱遮较济吼，拢大部分拢伫太平洋这附近的较济，吼，啊，就无个伊是波罗的海。到目前为止，敢有这个国际上的研究讲，中国用这种手法是一个系统性的手法，敢有证据？即马是。罗西亚迄边，因有伫波罗的海北海迄边，因感觉讲迄边有嘛是个奇怪共款的，弄这海底缆线这个行为，所以伊含咱台湾做检讨的时候发现讲，啊，两边相像，吼，啊，这两边相像，啊，这个船安怎来奇怪？那有法度人有法度饲这个奇怪的船，吼，啊，伊后壁拢一个公司，啊，一个公司可能甲一个人。啊，伊有法度办公，个拢叫这船，时间无去载回，那有法度经营这个船，啊奇怪，啊到底是咧做啥？这是足地问号啦，吼！啊，因为咱来讲，咱也无修法，其实问题就是讲，你也弄着咱的海缆，啊，咱无管协船，咱也无法甲办，啊，伊个只有甲放走，对无？无法度甲讨钱，吼！啊，有法个度嘛，所以国际上就是讲。大家有法度讲，什么互通讲这资讯，讲这船去倒啊？吼，咱小可报一个，吼，大家先防止伊。啊，你各国法律，伊无法度讲国际法，无法度拢讲靠国际法去甲签法，所以这要靠国内法，所以要定修法。这个一定要有法院的这个根据啊。不过我要请教裴老师吼，这摆这个修法，除了亲像高老师所讲的，要有。强制你开这个 AIS 的这个识别系统以外，吼，我若初厂，我若调工歹开，啊，你甲我掠，我掠起来，我反正敢若车手咧，我一个人头啊尔，我甲你配，吼，我一只竹啊，甲你配一个红机，甲你配，伊有可能安尼来用啊，对国安的这个危害，但是同款的情形，我所在伫罗西亚。伫北海，吼，伫波罗的海，吼啊，美国敢有这种情形？然后相当的情形吗？好，我来甲大家报告一下吼。这一次行政院的修法，其实很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海巡署、交通部拥有一个有力的武器，然后对于这一些要破坏海缆或者是其他管线的这一些可疑的船舶。让他们有更多的法律基础。事实上，那个就是电信管理法，在前年其实就已经修过一次，也加重罚则了。可是我们还是看到，比如说刚刚就是其他来宾有提到的，就今年2月的那一艘所谓的宜泰58号，船长就说：“哦，我不知道啊，一定签啊。”对啊，他就是在那边谁来谁去，可是他却告诉人家说：“哦，我不知道啊。”所以这一次行政院的修法，他就要把你是过失犯或者是未遂犯，你也要把它纳进来。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执法单位有更强而有力的工具，去遏阻这样子的可能的这个犯法的行为。而且这个不只有所谓的海底电缆哦，包含电力的电缆。好，比如说台湾到澎湖之间，其实是有一条特高压电缆的，这是稳定澎湖供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线，我们也要把它纳管进来。哦，这听起来敢若是国家的韧性的一部分。是，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好，因为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是靠这一些在海底的这些缆线来维持台湾的生命线的，所以不只是通讯电缆，好，包含电力的电缆，好，包含天然气的运输管线，甚至是运送自来水的这一些路径。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台湾有一条电缆是来侦测地震的。从我们的东海岸一直向太平洋延伸，这一条电缆是为了要及早能够知道太平洋的地震，然后传讯息回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收到那个有没有地震简讯那个。tsunami。对，这一次修法也要把那一条这个电缆的保护纳进来我们这次的法律的范围里面。这样子才能够充分的让我们台湾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关键基础设施，不至于被中国的这一些可疑的船舶来恶意的破坏。我们可以想象，这些船舶难道他们都不用吃穿，就每天在那边晃来晃去吗？这很有可能后面是有一个有政府力量支撑的一个单位。咱国家的国防力量，我都来监测讲，我看这几只呢，鬼祟祟，我就去派这个空中的武力来一个监测，看因咧创啥物，敢有法度？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的完善，但是经过了这几年，这个在国安会跟行政院大家通力合作的状况下，不只是在修法的部分，也包含建立了一些 SOP。还有分工协调的部分，好，怎么样让检调单位在获得通报之后，他可以去指挥好海巡署，具有司法警察身份的海巡署，好，或者是有航管这个专业的交通部航港局，大家要通力的来合作，好，来配合中华电信的一些通报跟它的相关的资料，才有办法去试图去围堵这些有可能的破坏，那也透过这样子来去遏阻，好，但这些东西其实都还不断的在进化当中啊，因为台湾的国家安全，就如刚刚所说的，对呢，因为讲白，海底缆线唔那是阿强来破坏的，安尼啊，耍鱼嘛来加呢，那海底内面就无所不及咧，是，但是我要请教郭老师我所知的是美国国务院有一个叫做干净网络叫做清气网络的这个计划，嘛咱台湾嘛是重要的这个 partner 之一啦。这个计划美国人是咧想啥物？是讲无，敢若我甲台湾人尔，还是讲整个西太平洋迄边大西洋，我应该来处理，因具体有咧创啥物代志？其实头段朱麒麟讲这个干净网络法案，也是2020年美国推出来的。伊就是希望讲，咱既然海底缆线遮重要，所有的国家的数据资料传输拢是伫咧这个海底缆线，所以讲咱爱用咱家己来建设遮的迄个缆线。譬如讲，美国即嘛有 Google 甲迄个脸书 Meta， 因专门咧做这个跨太平洋的光缆的一个计划，伊得去找跟他比较友好的一个国家来合作。太信任呢？嘿，对。对欧盟来讲，欧盟其实嘛是安尼做。欧盟即嘛是感觉讲，伊若是有治安疑虑的国家，我可能就袂甲你合作。所以欧盟最近伊推出来是一个叫做欧洲的海底电缆的地图，伊规个地图伊会甲写足清楚，要求说所有的营运商你要登录，你只要有这缆线来到阮欧洲，我们欧洲像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伊去年上任的时阵，伊就讲咱欧洲爱知影讲是向掌握咱的数据的基础设施，所以对欧洲来讲，只要你是
这个缆线有经过欧洲，你得爱做一个登录的制度，去甲因讲你营运商是倒一间公司，然后你的这个技术规格，你的这个缆线的年限哦，伊当中嘛是刚刚讲，咱若是跟俄罗斯合作，可能有治安的一个疑虑，但是咱若跟美国合作，伊个惊讲有科技垄断的问题，所以对于欧洲来讲，欧洲今嘛在追求战略自主嘛，就是数位主权的一个韧性，伊嘛是刚刚讲，这足困难处理的，但是伊嘛是尽量来看会使做到什么程度。欧洲人较结骨就对啊，一边佫惊讲你美国甲霸权甲霸掉的，对啊，一边佫惊讲你罗西亚这阵人。搞边仔的人，我袂当信任。对，对美国来讲，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料经济的国家，所以不管讲像人咧看 AI 的监管嘛，是欧洲甲美国，因的迄个步调看法拢无共款。对于美国来讲，资料就是爱共享嘛，然后让大家在数据传输上，你尽量莫有太多的监管 AI 嘛是。但对欧洲来讲，欧洲过去到今嘛，伊就是足重视隐私权，所以伊的数据传输一定要做到一个限制，伊要确定讲，我们掌握自己的数位主权。哦，所以欧洲跟美国各有一寡矛盾哦。但这在战略上会造成什么矛盾？有通具体来合作吗？林老师？因这个世界甲以前无共款啦吼，以前可能伫第二届的世界大战了后吼，基本上大家都要和平嘛。但是即摆来看吼，有即摆足紧张的感觉。要压起来，要压起来，包括中国啊、罗斯亚吼，因遮个国家吼，其实拢有野心的吼。即摆就是讲吼，即个战争的时阵吼，即个海底电缆吼，一定是去互破坏。所以变做讲，以前有一个案例啊，我甲国际化的时阵拢会教着吼。伫1898年的时阵吼，伫美国甲西班牙，他们因迄阵啊发生战争嘛吼，美西战争嘛，结果迄阵啊，美国就甲古巴附近的海底电缆拢切断去，这切断了吼，西班牙叫美国来赔偿，但是吼。后来这个调解庭吼，我讲，这战争的时阵本来就已经切断啊。战争行为，战争本来就已经切断啊。所以咱当思考的就是讲，你卖命咯，所以咱这变甲安尼有效吗？嘛，一定会可能切掉，但是要切掉的时阵，你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讲低度轨道卫星啊。哦。系啊，即摆马斯克伊用的就是安尼，乌克兰用的。我俩就讲安尼，咱就下课，咱就要来讨论啊。无可能的代志。依照我嘛做行政的一寡迄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迄个计划的时阵，就去看海底电缆站。那海底电缆站哦，如果若登去，咱即摆会用卫星啊。所以咱阳明山内底嘛有迄个卫星站啊，有个接收站啊。但是迄物件即摆迄阵较少，即摆是讲你要有低度轨道卫星。我问一个问题吼，如果若即摆战争开始。咱这个咱全拢叫用尖灯，咱公共电视的电视要安怎塞出去？这就爱靠解。本身电视台吼就爱准备啊啦。这像技术的问题，我是无得回答。但是问题是讲有一寡卫星会用处理的。以前阮甲总统出去的时阵吼，伊嘛是用家己用卫星开始看卫星伫倒安尼做卫星甲讯号发出去。所以以前咱伫太平洋岛国有一寡足侪无讯号的所在，伊迄电视台嘛法度用这种代志来做。无人卫星电话落去拍。卫星电话但以前是贵，但是即摆变做讲你低度轨道卫星变一个潮流啊，变做一个备援机制。以前做海底电缆的原因就是讲伊较稳定，伊的讯号较稳定，伊的频宽嘛较大。但是后摆啦，太空事业啦，大家发展起来，即摆台湾嘛咧做这些代志嘛，甲美国嘛合作。老师，一粒我。阮是拢唔捌，迄一粒啊真贵吗？以前一支手机嘛足贵的啊，但是即摆一支手机啊，大家拢买起啊。卫星嘛共款啊，即摆足侪人咧讲，以前是啥，大家唔知影讲，一个人会用一台手机啊，但是后摆一人一台卫星，一台卫星差不多100公斤左右，微卫星啊 ，micro satellite 差不多100公斤左右尔。就一个人出事就送伊一个卫星，开钱去买即个物件，来为了服务啊。反正就讲，伊足侪方法咧。后摆的科技社会有足侪方法的，所以唔是讲做这个海底电缆尔。所以咱来想讲，你一定战争的时阵，伊可能切断，绝对会来切断。但是切断防不胜防嘛，你爱做一个备援机制嘛，而且备援机制爱走空中的，还是讲走其他的方式的。即摆想起来就是这低轨的，低度轨道卫星，就是马斯克星链计划 Starlink 因咧做的这些代志。所以伊伫即届俄乌战争当中表现得就优异嘛。但是爱钱啊，问题爱钱就是啊。伊个悬度超离咱地球超偌悬的所在？差不多20万公里。
20万公里，公左右到50万公里左右。哦，这个。啊，但是咱台湾即摆有开始咧用这个做。我讲唔对，我讲唔对，差不多2万到5万左右。2万到5万，35000多，迄是迄个同步轨道卫星。所以伫同步轨道卫星内底，差不多2万外，1万外到2万外左右。1万外到咧，飞行机差不多1万嘛，吼。差不多，啊，搁较起一点嘛，搁较起的。啊，这咱台湾即摆有开始咧用。有咧用，即摆太空中心咧处理咧用。但是咱台湾找一个所在，用家己发射。低度轨道，啊，无来靠美国，你来靠其他国家。哦，啊，那这战争若是开始拍起来，方总，迄战争若是开始拍起来，咱比如讲，我会记20几年前92大地震的时阵，我苦苦一直连线徛喺遐徛10几点钟，结果1分钟都无杀出去，完全无效。啊，咱会搁再度面临这种款情形未？我先甲大家介绍一个观念吼，对啊，平时讲的迄2件代志，一个。战时中，咱台湾要安怎联络吼？这是一个点吼。海缆是对外上紧啦，高速公路啦，咱安尼讲啦。啊，卫星吼是较悬，拍较悬，吼信号拍较悬，但是绝对有法度处理，我度入来，吼，所以备完这无问题，只是讲较贵。啊，2款嘛，拄则林老师嘛讲嘛。东部的卫星就是对咱直咱头顶啊，当地球安怎射，咱安怎射，迄上贵。啊，咱台湾因为毋是联合国的会员，所以袂使伫国际卫星组织内底占一个位，包括占卫星同步卫星的位，无法度占。咱靠新加坡，咱一半一半，2国一半一半。所以即摆拍到第2粒啊，叫中心2号，迄是上关度的吼，2000公里以上的。啊，迄上重要个，各方向的哦，甲包括你含，莫安尼讲啦，咱讲较无算啊啦，含 CIA 要通啦，含美国 CIA 要通啦，美国总统要通就爱靠迄啦，吼，咱平常人袂用着迄。啊，加站呢，低轨卫星轨道较低，毋是伊较烂，毋是较烂，伊是电都较好用，互咱莫讲一般人啦，咱讲吼，机关团体吼，公司拢会使用啦。啊，乌克兰就是小部队拢咧用，吼。伊拄则咱讲，就像咱做像咱手机啊共款。其实卫星电话吼早就发明啊，吼，这20几年前早发明。咱拢牙记。无共的公司咧经营的啦，吼。拍的卫星含过去的卫星更较进步，拍更较济粒，所以吼，就像咱基地台共款。领导也要讲吼，阮遮吼无爱基地台吼，啊歹势拢一粒信号拢无，一家拢无。啊，你若讲我欢迎基地台拢来，我遮吼生意足济吼，人出去足济吼，啊4家拢基地台信号就真好啊，啊通路嘛真紧嘛吼，速度嘛真紧。你要看什么4K、8K 影片拢走会行，所以别人都要讲吼，讲921的选选了拍袂出去，毋是卫星有出去，但是咧观众厝里来。要接上这线无人供应啊啦，吼，包括有的线断去啦，吼，啊有的是有线电视的公司的设备歹去啊，所以这不是讲卫星无拍，卫星赶快有拍，吼，这无赶快，所以讲这信号的传输吼，海缆嘛重要，基站的卫星嘛重要，啊，关站的东部卫星嘛最重要，吼，其实咱都要讲吼，太空中心其实过来就要拍一粒吼，叫做5G 的卫星。5G 啥？就是咱即摆手机啊用的5G 的信号。啊，迄卫星毋是讲吼，叫讲吼，我一定通互什么马斯克遐啦，毋是。咱家己会使家己用家己的，吼。你个讲有的所在吼，较山顶的无，你基地台要装做歹装的，但是头顶也无扎着吼。哦，个通会着，拢通会着。啊，佫有一项，马斯克的时候咱无爱用。因为伊伫中国利益伤大，伊的电动车、伊的什物马达哩，什物拢伫遐生产，所以伊也含北京有什物吼啊，较无意落的时阵，其实乌克兰战争初期嘛去登去过哦，毋是无哦，伊含罗斯亚跟他拍上熊的时阵，全登去，所以因总统嘛真惊，吼，泽连斯基嘛真惊马斯克这步。所以是万一讲个叫个，因为其实个北约啦吼，其他国家啦，去甲马斯克讲啦，伊甲路尾甲开倒转来，啊无可能后迄阵转来个无啊，
你个敢压一度，你个真正输到痛口。虽然即马和欧洲的国家吼已经有合作啊，吼。伫咱9月份吼9月份这防灾会吼，内政部甲国安会，大家各县市拢配合，有咧做这防灾演习的时阵，拢有咧做这防卫人性。其中通讯就是用这个低轨卫星啊啦，伫咧用啊啦。包括讲你即马伫这个区域吼，咱模拟讲吼，即马断了啊吼，伊台拢歹去，啊个靠迄个种上网，吼你来买通。所以这附近，包括讲你要讲台南演习的时阵嘛，是讲同款通到台北去，用迄个卫星计使啊，嘛免靠一个台。所以其实若是咱台湾2300万人要共同同时间要来使用，一粒都无够啊。毋是，低轨卫星和过去的卫星上大无共款，就是过去吼，一个台湾这附近吼，300、500公里可能拿一粒还是2粒尔。歹势，过来。咱台湾吼啊，总共和安国遮合作，伊若讲足侪生理伫遮时阵，伊个加拍几粒伫咱附近，个分摊，个像弟弟台共款意思啦。个照顾会来讲，你讲2300万，一人拢一支手好啊嘛，多出生嘛，要用嘛好嘛吼，绝对有法度啦。像啊，林老师就讲以后可能一人一粒无。是啊，你有可能啊，但是伊免拍甲讲一人一粒啦。以前伊头顶的迄个 transponder 吼转频器，即马因为科技的进步，包括恁台积电落后做晶片的，迄拢变缩小，所以一粒就用照顾几啊万的手机啊，嘿，毋是刚讲一人对一粒，人对就伤轻巧啦，迄伤轻巧啦，无需要较凶着啦。我要问一下彭老师吼，那是照安尼讲，啊，迄个无频宽的问题咯。这要看数量的问题啦，好，但因为所谓的通讯卫星要跟海底电缆的频宽相比，还是不能够对比的。啊，不够，不够。现在全球的所有的通讯99%都是靠所谓的海底电缆在用光纤传输的，卫星是一个备援的概念，让我们在紧急的时刻可以强化我们的韧性，所以我们才会说。台湾为什么要不断的强化全社会韧性？好，是为了要让台湾能够面对更多的不管是人为的或自然的挑战。而且我们做的这个防卫韧性的东西，也不是只为了台湾哦。台湾是在第一岛链的最中间。好，国际有这个14条重要的海缆都在台湾登陆。好，我补充一下廷辉的那个故事。2006年屏东大地震的时候，这个屏东外海的海缆都断掉了，结果受损最严重的是谁？不是台湾哦，是新加坡、香港、印尼，他们那个时候只剩下30%的网络的传输量。啊，几天？2-3个礼拜。哇！所以对整个国际的银行那种鬼 crash， 对整个国际金融的运作是有影响的。对，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为什么在不断的强化台湾自己的防卫的韧性，包含这种通讯的备援，其实也不只是为了我们台湾自己哦。这一次的修法，要保护这些海缆，也等同于保护我们这整个区域的通讯。哦，所以那是如果中国啊一旦来给咱所有的这物件拢来切断，因为得死真侪人哦。是。啊，这嘛对着世界各国来讲是会当真受的吗？我的意思是讲，伊甲咱14条加10条拢甲你切断去，伊上大的灾难，伊也有可能害到伊家己哦，敢有？是，只有可能。嘿，当然现在还有其他的备援的方式啦，可是光是你要把所有在亚洲这边亚太地区的14条的海缆全部切掉。日本不跳脚吗？南韩虽然他们也有备援，可是会塞车啊，会影响他们的经济发展啊，会影响他们的股市啊。好，这样子企图对台湾的封锁，其实会对整个亚洲甚至全世界造成很大的影响。哦，那对这个国境警察的这个角度来看咱过去我要请教郭老师咱以早对着这个国境的概念就是讲这我就海岛嘛。
海岛啊，加后面外面搁较围起来安尼，这就是我的国境。但是即马线安尼透你遐，透你遮，啊，这国境要安怎来遵守？啊，双方面若是袂春车讲，哦，这责是你管的，啊，你害去，你就要负责。啊，这钱要赔偿，要创啥的？这真复杂啊！这敢有国际法通好来管理，还是讲用惯例你来处理这种代志？我先补充一个，就是讲，咱所有的海底电缆也损坏哦，其实差不多台湾一年是7到8件，全球差不多150件以来啊。但是像欧洲发生的代志，咱就会发现讲，从2023到2025有5件伫咧波罗的海、芬兰、啊个立陶宛、英国这附近，但是通常差不多8成，伊是不小心的人为的一个破坏。咱讲人为应该是讲，它有可能是意外，它也有可能是蓄意。可是你要让它去举证讲伊是蓄意的，其实举证是很困难，因为咱若是知讲这海底电缆，伊的迄个宽度、甲伊的深度、埋的深度其实无共。譬如讲，咱以台湾西部差不多水深是60公尺，所以咱可能就会甲伊放伫咧较浅的所在，差不多2到20公尺。可是我看足侪数据，譬如讲美国甲日本中一条，伊就是水深8000公尺，所以你伫咧国际海域当中，你若讲刻意要去甲剪断，其实是足困难的代志。对，你可能会使伫咧两边海岸的两边的迄个登陆站，你有可能可以去破坏。所以今嘛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有些国家也可以抽迄海沙。譬如说，伊要填海造陆，伊的需要海沙，那你一直在抽海沙之后，可能伊下降，海平面下降，海床下降，伊可能伊得造出来，所以这是咱会感觉讲爱较注意的所在。啊，头拄仔你讲这个国境的问题，因为咱讲这海缆其实是各国数据共用啊，嘛袂讲这条线单会使咱台湾来用。譬如讲，咱甲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美国，咱拢是共用。特别是讲你驶伫咧高速公路，咱大家要去的方向无共，但是大家拢会使驶这条路，所以足少讲会有一个国家伊要全部甲伊切断，因为这一定会引起公愤嘛。所以咱讲的讲，大部分发生的是8成，拢是讲渔船无小心去甲搞着，还是讲下锚的时阵去甲用着，或者是还有一个像朱麒麟头拄仔有讲的，伊可能是鲨鱼去甲碰触，去甲加着，还是讲海底的火山爆发，嘛有可能，还是地动的时阵，所以伊有人为甲伊的自然的因素发生，所以怎么样大家来共同保护这个海底的一个传输的一个安全，这就是可以讲咱政府甲各国合作的这个韧性，所以基本上就强调韧性。哦，但是讲到韧性，我也是真爱好奇讲，这若是这条线啊，长在咱这头。啊，所以就咱爱叫师傅来修理，敢若咧叫水电行来修理安尼。但船只叫会着另外一回事。我意思是讲，安怎来分？譬如讲，若海峡中线断去的，啊是谁爱来修理？是中国爱来修理，还是咱台湾来修理？林老师，伊这生理人吼，咧做代志的时阵吼，伊已经合约拢签好啊。所以迄阵啊，比如讲倒一段要修理，是用倒一段的迄边的公司来负责。所以迄边会叫人来修理，所以比如讲，咱今仔日有一段是要到东南亚去到新加坡的，结果有一段断去，但是毋是断伫咱这边遮，是断伫5口的。断伫5口的部分就变做新加坡迄边遐合作的这种的厂商。海标顶头就写讲，这只做这只。因为即摆海底电缆基本上拢是一般的私人公司咧经营的啦。哦啊，所以但是对咱来讲是来讲，因为内底有银行金融体系要用嘛，有交通体系要用嘛，啊，所以变做讲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通讯拢爱靠迄嘛，啊，但是问题伊是在商言商嘛，伊迄嘛是一种行利的商业行为啊，所以变做商业行为伊嘛是爱照商务合约来行，只是不如讲咱如果来发生战争的时阵，咱变做讲另外一种思考的方法。来保护这海底电缆的概念，所以唔是讲伊海底电缆平常时的时阵，可能破坏，伊就要照本身的商务合约来行，唔是安尼单纯的讲你国家一定要安怎啊？但是国家就是要做一个防护计划，有人会刻意要破坏，伊迄就变成是一种刑事案件了。啊，你刑事案件你就要用。老师，按照教你来讲，讲啊，这个商业公司，啊，伊爱维护，啊，有没有偏啊帮家己买单哦？啊，本来就是因为伊就要就责啊。如果若讲伊是渔船啊去用的，伊就要去渔船啊求偿啊，这个民事损害赔偿啊。
所以赶快的艺术啊，比如讲有一寡比如 ATM 啊损害啊，你 ATM 的损害，你第一个银行就可能去求偿嘛，比如讲有人破坏 ATM 嘛，啊你互人领袂出钱嘛，还是讲安怎嘛，所以你就要变做你就要商业公司用去求偿，所以平常时就有一寡法律咧保护，所以今仔日为什么修这些法？其实除了好执法单位更保护商人，来保护这些企业界，保护这些业主，啊无因到时阵这时候被破坏了啊，我要哭诉无门，啊嘛无法度求偿，而且咱的执法单位去取证，这个取证在法庭上的攻防讲求证据力嘛，啊你证据力如果是谁破坏的，归因于谁像是来迫害这个海底电缆的，啊就要加以求偿，所以这嘛是帮助咱产生的一种方法。对了，这法令的意义唔那是讲，唔是讲掠贼仔的意思，嘛互商业公司有所本。被害人啊，被害者这部分嘛，我都有权利去求偿。所以被害者唔那是咱啊，唔是讲咱嘞。颠倒是伊这个属主。是，比如讲中华电信，中华电信就应甲这个破坏者该求偿。啊，你讲安怎，你来这个赔偿嘛？我的那个维修费后来的保修费等等之类，你来这个破坏者你来赔偿。好，刷来洪总，即马若是军事的咧，咱国家的军事嘛是用这个民用的这个海缆吗？还是讲咱其实无，咱规矩卖用这，拢用这个卫星是跟咱同款爱用这个海缆吗？咱若讲台湾本岛甲金门马祖之间军事的通讯，其实讲坦白嘛是惊中华电信的，但是照理讲是袂使含民用的人做伙，但是伊袂特别甲你讲倒一条，大家安尼意思就好啊。阮刚刚点到遮，更加详细，你讲落就变做讲咱签署泄露军事机密啦，所以对战时中甲平时其实足无共款。战时中对咱老实讲啊，我袂使甲你切断啊，这个战争行为嘛。但是即摆是民间平时和平时期，所以咱拄仔咪讲着讲，毋是要保护商人啦，毋是保护有钱人啦，毋对啦，安尼讲就毋对啦。你平时甲无人要甲你做这关键技术建设通讯的时阵，你这国家就倒啊嘛。你民主自由国家靠的就是这商业制度、这运作。我有投资，我做的是公众的代志，结果向损失的时阵，我被害者是无权利，安怎会使？这个是任性啊，这个是任性啊！你平常时就无咧顾啊，那战时中个我要甲你替你顾，对无？咱讲较坦白，莫讲较军事啦，莫讲较战时中啦，就平常时个，你也向乌灯啊，无讲什么人会？讲中华电信中华电信讲判决水法律无写着你吼，你去拼国家要做啥？国家嘛袂使替伊求偿啊！迄是伊的损失，嘛毋是我国家，嘛毋是 NCC 的，嘛毋是我什么电信什么数发部的，毋是诶，拢毋是因的咧。伊去法庭看人讲啥，伊袂使讲啥，对无？所以讲到军事好，讲到军事上简单，其实你甲无线电就好啊啦。无线电要哪拍？无线电无线电嘛要拍哦，毋是讲无线电无哦。嘿，传统咱讲无线电其实佫有加密、加工、密码、加压缩，吼，佫有保密的方法，佫足济啦。其实毋是讲咱讲刚靠拉海缆安尼尔，吼。战时中佫有一项叫做去中心化，甲伊讲。毋是所有的战争的这拍行为，拢爱等总部发出来，还是讲问甲总部来，佮等待，佮甲我回答，我要要拍，无这个代志啊，这已经过时啊。好，所以咱即马做的训练拢是安尼，包括即届汉光演习，甲顶一届这两届拢做的拢是这，足侪单位就是讲，我即马陆军，譬如讲咱北部叫陆军团，边海边桃园迄落。德维他讲今日互你一个状况，共产党拍起来，为电路车个要为海滩起来，200只，看你要安怎做。又甲你讲，你起码免问总部，通讯中断，你指挥官监察你看要做啥？
所以这个时阵，唔是讲哦，我还搁等个卫生有吼，还是讲海南有，我再会使去问，无，唔是，是啊，这是啊另外一回事。但是平常时搁要做一点，其实讲你平常时你互民众的解说的资讯是毋是正确的？袂使等甲讲哦，我咧拄着代志的时候，我开始上网，我开始上网，拄着代志我开始上网，歹势。你即阵上网的时阵，通的无一定是咱台湾的哦，可能是对方的吼，特别放一个讯号，互你去收，互你去收伊的物件，甲你讲哦，即摆政府拢导航啊，所以即届咱发出新的台湾的国防全民国防手册内底，迄本内底有来讲，只要是叫你讲，甲你讲，政府即摆导航啊，哦，即摆证书啊，这拢是假的讯息。就是假消息，你先免听，好，所以平常时你要先做好你该讲的物件，爱该甲民众讲，袂使讲等到迄个战时中，我来讲哦啊无海南啊有海南啊，有啥物通讯，有啥物有手机啊会通袂通，到尾甲你讲。